搜寻第一项影片哦 ，YouTube 搜寻，应该进入搜寻，暗示放大镜搜寻，有。看看有没有 CC 字幕了，来按一下 CC 字幕有没有？没有可用字幕，一直找看看有哪一部影片有 CC 字幕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。来看看有没有 CC 字幕，没有字幕可用啊。那继续找。这样没有呢，那要重新上传，要中英对照，看看有没有 CC 字幕。有。不对。那字可能不是英文呢，来看一下，看英文字幕哦，英文呢？英文，但是没有给他字也是不行哦，没有给他字，结果出来的字不正确。出来的字不正确啊，英文不是这样的啊。终于